非常高兴在每周六的晚上，今天晚上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在这边，一起来敬拜赞美神。我们在开始以前，请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关机。我们一起在直播当中的弟兄姐妹，牧师也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关机，也将你手边的电视也能够先将它关闭。我们一起在安静里面，一起来领受，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先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带领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恳求神将你圣灵感动的灵赐福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在主你面前的敬拜都能够合神的心意。也恳求神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从你的话语，从今天晚上的聚会聚集，我们同样能够得着丰盛的祝福。愿主你赐福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在神的当中经历神丰盛的大能。邀请你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将我们的心敞开，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神要赐给我们新的盼望，神要赐给我们新的能力，保守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征战。主赐我新生命，拥有全新盼望，得着完全的自由。你的自由在我心，你赎回我生命，因耶稣基督宝血，我们来到你面前，全心来敬拜。有你万事都可能，你荣耀掌权，我们高声唱，全体都宣扬，同心高举全能君王，你荣耀掌权，主你大能叫一切都更新。我们已得释放，不再受到捆绑，你是一切所需，让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用敞开的心，用自由的灵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将我们的心打开，神要祝福我们。主赐我新生命，拥有全新盼望，得着完全的自由。你的自由在我心，你赎回我生命，全因耶稣基督宝血，我们来到你面前，全心来敬拜。你万事都可能，你荣耀掌权，我们高声唱，我们高声唱，全体都宣扬，同心高举全能君王，你荣耀掌权，主你大能叫一切都更新。我们已得释放，不再受到捆绑，你是一切所需，让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全力都宣扬，同心高举全君王，你荣耀掌权，主你大能叫一切都更新。我们已得释放，不再受到捆绑，你是一切所需，让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让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我为主发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宣告
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要因为你而得着新的盼望。求主你赐给我们，将今天的聚会、将今天的敬拜、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愿主你的灵浇灌我们，充满我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感谢主，我们再次用掌声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请坐，请坐。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同心来做奉献，恳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基督徒用奉献来回应神，用奉献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如果你有感动，也可以将你感动的奉献的回应带到你就近的教会，能够祝福该地的教会，能够来荣耀神。相信神要将加倍更多的祝福摆放在你生命里面。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做奉献的宣告，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的奉献的宣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认识，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如何做神所喜悦的工人。我们都像是神的工人，为主做工，在世上为主而活。那我觉得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主的儿女，我们都需要培养一个坚固的性情。那我们今天是第2讲，是讲到有关如何继续培养我们的性情，要如何坚固。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恳求神帮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做宣告。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说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左边的心脏这边把我们的手放在你的心脏这边来，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智慧与亮光。主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智慧与亮光。上帝他会带我行过死荫的幽谷、山谷。我的心当安静，学习等候主上帝的引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需要预备心。我觉得来到上帝面前，来到教会，不只是服侍神。如果我们单纯只有服侍神，可是我们却没有单纯的把我们的心带到上帝的面前，实际上我们很难去领受，甚至去感受到上帝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每一位基督徒，其实在上帝面前，我们都应该要拥有一个上帝喜悦。就好像你回到你的家里面，你会不会希望你爸爸看到你很高兴？会不会？他的高兴不是看到你高兴，而是他看到你是好的，你是健康的，而且你是有喜乐的，而且你是富足的。如果你的父母亲如果看到你回家就忧愁苦脸，然后脸上就是很沧桑，你觉得你的父亲会高兴吗？我相信你绝对不会高兴。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要培养一个，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是让我们的上帝喜悦，而且会开心说：哇，我的儿女，我所拣选的儿女是很棒的。所以看一下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年轻朋友，那个中选中南，我们来坐这边好不好？牧师只要往这个角度看就好了来，然后你们可以互相回应，也比较快速那
其实我觉得要培养一个真的坚固的性情容不容易啊？其实牧师觉得不是很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因为呢，我觉得要培养这种性情，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要如何让我的生活很危急又很困难。你知道有些时候牧师关怀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真的很穷啊，真的有财务上的困难啊，甚至有些时候他是有疾病上的困难啊，我又没有病啊，我也不缺钱，可是对他来讲就是很穷，对他来讲就是很困难啊，因为他生病很严重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这样的人，然后把福音带给他？实际上，我们应该要学习如何在信心里面的等候。所以，跟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跟他讲你要有信心的等候神，你要有信心等候神。可是等候神容易吗？我们来想看看我们每天会花几分钟？我只要花几分钟吗？几个小时祷告就叫做等候神吗？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还是说我本身那基督徒等候是坐着等候吗？还是躺着等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都在讲等候神，对不对？到底该怎么等候？还是说顺其自然？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会说就顺其自然看上帝怎么安排嘛，对不对？这叫等候吗？我觉得等候神一定有他的用意，该怎么做，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功课。那也有些基督徒平时他只是爱看电视，他不读经也不祷告，然后虚度过日，我们难听一点叫做懒惰度日等候神啊。那这叫做等候神吗？也有所以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去等候神。所以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等候他的心意。那我们今天的功课也就在学习这个。以赛亚书30章18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好，很有趣。必然等候，上帝也在等原来上帝会等他等着要施恩给我们他要把祝福给我们，那有条件嘛？他要兴起，他要怎么兴起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会认罪啊？如果你会认罪，主就怜悯你。你来到我面前会跟我认错，就好像我的孩子他每次都不认错，他讲话都很大声。爸爸，我要看电视，我就很生气，他还会比这个都爸爸。我说你这样行为，我一点都不会想要让你看电视，因为你没有认错的心，你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所以我可以理解这段圣经节说，上帝要兴起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生命，施恩给我们，怜悯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要认错，要认罪。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有福的基督徒，他必定会怎么样？中南，一个有福气的、有受到祝福的基督徒，他的生命会怎么样？精彩不是啦，你要看圣经节，你要专注，注意看圣经节。一个有福的，他一定会怎样？中选会怎么样？一个有福气的人，他必定会等候上帝。他不是靠自己，他是会等候神。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必须要了解既然等候神的，就是有福气的。那等候怎么做？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3章25节，他说：“凡等候耶和华的，该怎么样？”我们现在就在想嘛，那怎么等啊？怎么等候神？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等候耶和华的人，心里会寻求他啦。来，跟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朋友讲，看着他看3秒，然后告诉他，你有没有在寻求他啊？你有没有在寻求他？这样懂我意思吗？你有没有在找神啊？还是你每天生活只是我就把我事情做完了就好了，我也不读经，我也不想要去
看上帝的话，看圣经的话。这就是没有寻求神跟有寻求神的差别啊！所以我们要了解，等候耶和华的，他会成为有福气的人。可是他怎么等候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心里会寻求他，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所以，一个等候神的人，他心里面会寻求神。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会寻求神，我也等候他，那我生活生命好像很糟糕，怎么办？我要跟大家分享3个东西。其实等候神非常困难，在于什么？绝对不是刚刚我们看到的，你每天坐着睡觉，还要看电视等候神，不祷告。一个会等候神的，第一个，心里面状态有很多不顺利的时候，是在什么？水深火热里面等候神。等候神不是很顺利的啦。一个会等候神的，他一定是在水深火热当中。怎么说？我记得我在当兵我受到很多不当管教，我一直在祷告，每次我站卫兵，我都在祷告，主啊，我等候你，你什么时候才要救我啊？我受到这些长官，受到这些同才的这同梯的这些朋友的好像精神虐待，我多么的痛啊，水深火热啊，你知道吗？我当时候多么期待，我那么认真做伙房兵，为了有一天我希望能够升上下士，然后能够多领一点，多领每个月的月俸。可是我一直努力，一直等候，一直都找不到。到最后，上帝竟然在1年过后，上帝为我预备一个地方，叫做宪兵的这个康老师专线，原来叫做辅导，就是陆军的张老师，也就是辅导老师啊。我说哇，上帝好奇妙哦！竟然就让我去到了这样一个单位，然后让我的身份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知道吗？等候神一定会在水深火热里面，绝对不会让你很轻松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样子的心理状态不是很顺遂，叫做千钧一发的时候等候神。什么叫做千钧一发？我记得有一次我国中的时候跟着我爸爸出去工作，那一天刚好下大雨，很大。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开始我国中的时候很认真追求，然后我想要主啊，我们的车子好像不太好，然后好像快要熄火了，然后我爸爸就把它停在路边，因为前面有积水很深，然后我爸就停车就说：“委员，你跟你堂哥然后涉水过去，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雨衣也没有雨伞，然后就你就冲过去去村庄里面去找个电话亭，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个现在很方便的电话亭，现在那个时候还要投币式的，然后投完币然后打给我妈妈，我爸叫我说打电话给教会的牧师，然后请他开福音车来到那个荒郊野外，旁边都是坟墓。后来风雨交加，我都觉得主啊，我会不会被闪电打到？因为真的还有打雷，你知道吗？哇，千钧一发的时候。到我最后完成了这个工作的时候，然后还要从那边再走回来的时候，主啊，我现在全身都是湿的，会不会刚好打了一个雷，我就被电死了？人在那种好像似乎生命很危险的时候，千钧一发的时候，等候神。到后来我上车了，上到牧师的车上，然后我心里说牧师，谢谢你辛苦了。我当时候就知道，原来牧师的工作就是要做这个，这是要救人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等候神绝对会有些时候会让你的生命是在什么样子的状况下千钧一发的时候。另外一种是大难临头、大祸临头的时候，什么意思？我相信这2-3年我们都经历了什么东西？钟兰，这2-3年我们的台湾人遇到的是什么？全世界遇到的是什么？疫情嘛，对不对？这个疫情有没有像大祸临头？死亡啊，很恐怖呢。我们基督徒也没有想过这么严重的东西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绝对会让人，全世界的人，他所创造的人，真正去明白如何等候神。从乌俄战争开始的时候，基督徒有没有很害怕？有啊。大家怎么办？台湾有办法立足吗？台湾会不会就开始就让对岸的国家开始攻打呢？可是从现在越看新闻，你会发现台湾好像实力蛮强的，
有没有发现？你会看到说上帝一直在我们当中，在保护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大祸临头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学习什么叫做等候神的功课。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以赛亚书40章27节到31节，以赛亚先知他说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读：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上帝并不查问呢？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在座的年轻朋友，10年后、20年后、30年后，你敢说你还会像你现在如此的强壮吗？懂我意思吗？在你身边周遭，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他们是靠着自己认为还精神、精力旺盛的时候。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我完全不会累，晚上我都不用睡觉，一直看手机。我告诉你，10年后、15年后、20年后，你就感受到了。真的，当时候我也不懂，我都可以熬夜，现在都不行。现在熬夜一下，好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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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会必然全然跌倒，但是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跟我们旁边弟兄姐妹说一下哈，你一定要等候神，学习等候神。快呀！学习等候神。好，等候神是一种明白上帝的心意，因为它会让你的生命真实的体会到你的性格要如何更加的坚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其实教导我们，等候神的心情跟预备时间，有些时候会让人觉得好像还蛮耗时间的。而且会很有无力感，心情会容易动摇。这3件事情，光这3件事情，你一定会感受到，真的呢，基督徒真的要学习等候神。因为如果你不懂得学习等候神，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上帝一直存在在你生命里面。好，我来举个例子。第一个，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很贫穷的时候，很缺钱的时候？你一定会想，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很缺钱的人，你一定会想说，这种日子可不可以赶快过去？来，年轻人，各位同学，你还不会赚钱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很有钱？你会不会希望现在读书的日子赶快过？我很想要赶快去赚钱，会不会？有呢，我国中的时候就会想了呢，我很不想念书，我很想要赶快去赚钱，我就可以赚到几万块、3万块，我就可以赶快去买一台机车。我可以赚到多少钱，我就可以买什么。我记得我刚学这个贝斯的时候，是教会一把很不要的就丢给我，说那不要的，那我愿你想要学贝斯，你就拿去吧。那个时候我又没钱，然后又不好意思跟我妈要，然后我就很勉强用，很克难的使用。我就如何想说把那个最烂的声音弹奏出最好的声音。在那过程里面，我一直就在想，如果我有钱的话，我可以做什么？当时我就一直在想，我想要赶快赚钱，我想要赶快出去。你会觉得多一天你就多受1天的煎熬了，懂了吗？这是贫穷。甚至呢，你也会觉得找工作会不会？子轩，之前你在刚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会不会过1天你就会觉得多么希望这个日子1个月没有消息，你说还好没关系，还可以。2个月也没有消息的时候，3个月的时候还没有人聘请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会焦急哦，你会开始觉得说，这个日子我还要这样子过下去吗？真的，找工作有些时候会真的有一种度日如年呢，会不会？会。还有什么？找对象这个呢，还没有男女朋友的时候，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说，主啊，我跟你求，我很想要遇到一个对的人。
可是我为什么遇到了，可是这个女孩子好像都不理我一样，度日如年呢？哦，我跟你讲，等候连找对象也是这样。如果你是适婚年龄哈，你会更容易体会得到。你会发现，你只要越等，你会发现形势越不利，特别是女性。好，30几岁还好哦，可是30几岁，家人可能旁边朋友就开始催了。35岁呢，你就发现他已经决定了。基督徒的话说，上帝给他的恩赐要独身。好，真的，牧师关怀到很多35岁到40岁左右的姐妹，都已经到这种状况，没有对象，婚姻。22岁没关系，我还有很长时间。28岁的时候好像不太妙了，35岁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应该没有希望了。各位弟兄姐妹，没有人会告诉我们要等多久，这就是基督徒在等候神会有的觉得耗时、无力感、心情容易动摇的时候。请问今天牧师讲到，你要如何培养一个坚固的性情啊？不容易呢。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真的，你要靠上帝。来，我们一起来念哈。来，诗篇27篇第14节，我们再一次一起来读。来，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要培养坚固的性情，一开始一定要先学习等候上帝。所以，如果你要培养一个性情，你绝对不能说我不想学习等，我真的等不了。牧师，你直接告诉我怎么做。我告诉你，告诉你没办法，唯有你的心安静下来，你要能够等候。就好像你愿不愿意等候牧师把今天的讲道篇讲完啊？如果你不愿意等候，你一定会觉得哦，牧师你讲好久哦，什么时候你才要讲到重点？我现在都没有听到什么重点。哦，你要告诉自己，求主怜悯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等候神的功课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哦，等候神的功课是什么？你必须要培养，他会培养你如何数算生命的价值。我举个例子来说，有些人的生命他是什么？爱上帝5分，可是他埋怨上帝6分。了解我的意思吗？有些人呢，他在台面上侍奉上帝，可是他在台面下抱怨上帝。有些人他学习建造教会，建造教会福音的禾场，可是他建造了一丈，可是他又怎么样？又拆毁了一丈。啊，那个人说的那都是假的，然后开始拆毁。我做的才是对的，我花了多少时间啊，花了多少精力啊？我告诉你，这叫做建造跟拆毁，它同时在进行。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不会数算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恩典的人，他绝对不会等候神，因为在他生命里面，他的性情都是不断在改变，而且他的生命里面，他不懂得什么叫做上帝会为他预备。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几段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我们一起来看。好，我们来看左手边，我们一起来读。来，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好，这里讲到几个重点。上帝的能力啊，已将一切关乎生命敬虔的事情告诉了我们，赐给了我们，都是因为什么？重点来了，为什么上帝他把什么关乎生命跟敬虔的事情，他怎么教导我们？他是透过谁？透过我们所认识的谁？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谁？主耶稣基督。我们都透过耶稣基督学习到耶稣他怎么爱上帝父神，对不对？然后领受他的使命，跟随主，然后每天祷告，遇到困难就祷告，然后从神的汲取能力。好，所以第3节就在讲这件事情。因此
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了我们。注意哦，叫我们要脱离世上情欲的败坏，就得以跟上帝的性情有份了。来，这就是应许的目的。今天我们要培养一个坚固的性情，我们要先了解，我们有没有先跟上帝的性情有份啊？只要沾得到边就好了。你先知道你有没有先沾到边啊？你不要先讲坚固啊。好，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经文就在先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先沾到边啊？好，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懂了，你愿意去遵守了，我相信你的生命一定能够得着那更丰盛的。好，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说，教会也可以说是基督是教会的什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说基督做教会的头，也作为教会的磐石根基。但是也有神学家说，彼得也是磐石，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现在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也应当要有磐石的身份，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坚固？那我们要了解几个重点。教会的根基，什么是磐石？磐石是石头，对不对？石头会怎么样？它是不会动摇的。好，石头它不容易改变，可是相对的，坏的事情如果它也不愿意改变哦，那就麻烦了。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足够坚固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坚固的？第二个，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轻浮多变摇动的性质的基督徒？如果你的生命是属于比较轻浮的、多变的、摇动的性质的基督徒，你没有办法承接上帝国的工作。过去牧师很喜欢做打扮，我很喜欢打扮，不打扮我没办法出门，然后出门一定要抹香水。好，那出门一定要抓头发，我出门一定要裤子一定要穿得fashion一点的。然后教会呢，只要是聚会，像我们今天是华语礼拜，是年轻人比较多的，我一定裤子一定会特别装扮一下，然后把自己打扮得不一样。可是呢，我后来发现这些东西在我的心里面，我发现它成为主要的，它并不是次要的，它反而是主要的。反而我应该讲神的话语，却不是真实的讲出来。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心里面生命是轻浮多变摇动性质的，不是说不行，而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先把上帝国的工作摆第一。第三，坚固性情的磐石，记得它是实在可靠的。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的生命是不是可靠的啊？好，丁恩回去看到爸爸如果不可靠的时候，我们就为他祷告。好，那我们自己也本身也可以成为可靠的孩子。什么叫做可靠的孩子？把你的书念好，对不对？把你该有的本分、学习该做的，在家里面，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可靠的一份子，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建造是必须要一块一块慢慢堆叠起来的。所以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如何兼顾性情的办法，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学习彼得后书第1章第5到7节，他就说了，正因为这个缘故，什么缘故？我们要跟上帝的情分有性情有份嘛。我们在第几节？第4节里面有讲到，他说，当我们如果能够脱离世上的情欲跟败坏，我们就能够跟上帝的性情有份了。所以牧师在关心一些年轻人，真的没有女朋友不行啊，一定要有女朋友，一定要感情上一定要有个伴啊，没有伴他就受不了了。好，所以他的性情有没有办法跟上帝有连结啊？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情欲要小心，情欲要小心。好，情欲不是不行，感情不是不行，但是情欲那是一种欲望，很多的自我的想法会引导你，会败坏。好，所以要小心。好，所以他说，正因为我们要怎么跟上帝的性情有关联，我们要怎么样？好。圣经里面5到7节说，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分外的怎么样？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好，这几点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他说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实际上原文里面并没有这个东西，它指的是逐一加上去的。可是呢，在文法上面却是有这个意思。我现在来解释给大家听。什么是信心？信心是最基本的。每一个人在认识的信仰里面，信心都是代表着在属灵事物上的入门先决条件。那有了信心，他说必须要加上什么？他说要有德行嘛，德性嘛。那德性是什么？就是证明真实信心的实际能力啦。你有好的品格好，什么是家庭的好品格？家庭的成员，什么叫家庭的成员的好品格？会有什么？来，中南，在家庭里面，什么是做孩子好品格的表现？在家庭里面，哇，没有啊？在家里面，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下课回到家的时候，会做什么事？看到爸爸妈妈会怎么样？赶快冲进去门关起来，会这样吗？绝对不应该啊！好的德性就是怎么样？我相信那是我爸爸，我也相信我是他儿子。我既然来了，回到家了，我就要称呼一下嘛。你总不能偷偷摸摸就进去，你是小偷嘛？听懂了吗？家里面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很乱的时候，你要说：“我要念书了，爸爸妈妈，你又叫我要整理，我很烦呢。”这是好的德性吗？不是。所以要记得，真实的信心它是会有实际能力的，它会带出好的德性。好，那有了德性又要什么？知识。什么是知识？有人说我就念书啦，书多读一点。我告诉各位，不是。我不认为多读书的孩子绝对会有好的德性。我个人遇过很多基督徒，成绩搞得很好啊，也有考上一中的呢，基督徒也有考上一中的呢，可是德性非常糟糕啊。真的啊，所以有人说念大学也不一定要念到非常高，可是如果你可以，当然是尽力，但是不见得你念得很好的学校绝对是好的人哦。所以我们要记得，知识是什么？知识是透过信心跟品德如何妥善谨慎运用的人啊，这种人才是真正有知识的人。好，所以呢，有了知识，还必须要什么？要有节制。节制代表是自制能力。我们之前有讲到哥林多前书9章27节说：“所以我奔跑不像那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什么叫叫身服我？你明知道这个东西是应该可以克制的，可是我偏偏就是要。最近我看了那个 YouTube 有一个很有名的韩国的他叫好像 Judy 还是 Ju 什么。他们韩国人很喜欢喝酒，很厉害。他每一个 YouTube 节目里面他都是高粱我好害怕，因为我不知道他身体状况会出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攻克己身，要叫身服我。我们要知道什么不好的东西，我们要能够攻克己身，我们不要再去碰油炸的东西多吃好不好？好不好吃啊？我先讲这样好了，油炸的东西好不好吃？可是如果你每次我每次看到东西我一定要吃炸的，那就没有办法叫身服我，因为我的身体就是没有办法克服。所以我们要知道，我是攻克己身，我知道这个东西不好，那么我试着学习看看，吃少一点，那么我们会帮助我们自己的身体得着健康。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你明知道说谎不好，可是你偏偏都偷偷去说谎，反正又没有人知道，那你就没有攻克己身。好，所以呢，节制很重要，节制还要再加上忍耐。忍耐就是在艰难和困难当中锲而不舍、坚持到底的耐力。所以呢，我们要积极。一个有忍耐的心的基督徒，他会懂得积极，他会懂得怎么样主动，而且有恒久忍耐。譬如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所说的，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忍耐还必须要有前进。
前进代表是敬畏上帝的心所产生的态度跟生活。一个敬畏神的心呢，他如果没有好的态度跟生活，他不会有敬虔的生活。他对上帝做什么事情，他都是好像交差了事。来教会我钱奉献了，好了，我有来了，我有来教会了。可是对他来讲，生命没有什么帮助，信仰对他来讲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好，所以敬虔很重要，他必须要产生态度跟生活。甚至圣经里面说，有前进还必须要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骨肉亲情了，有爱了。朋友，有朋友，你会不会爱他？会。可是问题来了，约翰一书他说4章20节说，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圣经里面教导一个更不一样的爱弟兄姐妹的心，就是说，当我们说爱上帝，可是我们却会恨某些人，那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是爱上帝的。我问各位，你有没有讨厌的人啊？我们应不应该有讨厌的人啊？我这样问才对了，应不应该？应不应该？即便是一个凶神恶煞，你应不应该恨他、讨厌他？其实牧师期待你不要这样，因为他有他的软弱，他有他的不足，你的心就要不一样，要开始改变。好，我觉得这样的心会帮助你。我们既然爱上帝，可是我们却会恨我们的一些不好的人，那么他说，圣经说就是说谎的。这个说谎的，就是说你说爱上帝是说谎的了。好，所以圣经很有意思哦，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行为比较不 OK 的？也有啊。可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他就不是很 OK， 不喜欢，心里面就不喜欢，是不喜欢。我觉得连恨都会有，讨厌他这种做法。所以要记得，爱上帝的人，什么人我都可以学习去爱他。圣经里面说，要有爱弟兄的心，也要有爱众人的心。指这个爱众人的心是神圣的爱，是舍己的爱，好，是爱是真实的爱。所以爱人的特性的进程有一个进程第一个由上而下，由里到外，由上到下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假如你是一个有位分的、有位阶的，甚至你的有职分的，你可能会觉得有人感觉比你还软弱。你不要轻视他，你要觉得看他就像你的弟兄姐妹一样，我来帮助你，可不可以？好，那如果他说拒绝，不用，没关系，但是我下一次有没有需要啊？我愿意陪伴你，上对下的爱人的特性，上对下的，里到外，从里面到外面，不是从外面到里面的。他如果这个人对你比较好，你才爱他。这叫从外到里面的，我们要从里面爱到外面来，真实的去爱一个人。第三个，推己及人。好，你怎么爱你自己，你就要怎么去爱别人。好，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第二个诫命，爱人如己嘛，对不对？好，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很重要的诫命。所以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面，我们必须要殷勤啊，要努力啦，顾烂了，好，不要懒惰，好。那个，我们跟左右旁边的人说，你要做一个殷勤的，殷勤的基督徒。你要做一个殷勤的基督徒。殷勤的人呢，他能让你的灵性生命、属灵生命会怎么样？我告诉你，会积蓄财富。你会有积蓄，而且懂得怎么样致富。我觉得这个致富不是单纯金钱而已，是生命特质，是怎么让你成为一个更不一样的人。如果你只是反正得过且过，我就来教会，就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够了。好，反正我生活这样就够了。那我告诉你，你的属灵生命不会成熟，不会更成长。第二个，属灵的富足来自于殷勤，你一定要努力。所以要不要读圣经啊？要。读经是让我们了解过去的这些信仰的伟人，他们怎么去经历这位上帝。所以全世界，这个畅销最畅销的书是什么书？圣经嘛，经历过最多年代的嘛，这个出版最多版本的嘛，真的很有趣。圣经里面，圣经真的是很特别的一样东西。
穆迪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说过一句话：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的人得救了。所以你要不要做一个懒惰的人啊？好，我不是在批评哦。好，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这句话他指出，不是说得不得救，虽然这是上帝的权柄，可是他讲到的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他对属灵的追求。如果他是一个懒惰对属灵追求的人，那我相信他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他不会讲究，所以他会时常犯错，他会时常走歪路。所以你觉得他有可能会得救吗？我觉得有点困难。如果基督徒都可以这么随性的就可以得救，那么我觉得这个信仰好像也蛮奇怪的，对不对？我何必要每个礼拜去教会守主日，还要奉献呢？好，这些钱我难道不能存下来做我自己好用的地方吗？好，所以要记得，懒惰的人绝对觉得，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懒惰的人得救。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殷勤的人。我们来学习我们都知道这个蜜蜂1磅的蜂蜜它需要7000粒糖组合而成，7000粒糖它必须要有62000朵花心的采集，甚至呢，蜜蜂它必须要访问花朵270万次，因为270万次里面不见得每一次里面都会有这个花心里面的该有的糖分。蜂蜜一去一来飞过的距离，它需差不多500万英里，1英里差不多1.61公里，你可以自己去换算。所以每一次蜜蜂，它每次采用它的管状吸的嘴吸取这个花心这么的殷勤，270万次，它才能做到1磅的蜂蜜。请问蜜蜂有吃到这些蜂蜜吗？我问各位，它有吃到这些蜂蜜吗？好像都是我们人类吃的嘛，对不对？可是你会了解上帝创造的大自然一个生物，他怎么殷勤的工作，这就是上帝创造生命的可贵地方。所以我们要了解，上帝创造大自然的生物动物里面，都必须为着生活殷勤认真而活了。所以你的信心要不要更坚定？要不要？性情要不要更坚固？要啊！如果你的性情不坚固，你怎么做上帝所差派的使徒出去传福音？你出去，人家还不敢相信你是基督徒这么懒惰这么糟糕那谁要啊？彼得后书1章8到9节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刚刚我们讲的，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节非常明确知道，基督徒为什么生命没有办法结果实，没有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啦，就是什么就是熊贵冰端，就这么简单。因为他不了解，他要节制，他也不懂得怎么样有信心，有知识，甚至要爱弟兄，甚至要爱众人的心，很多方面他都不懂。所以我们要学习去教导，帮助更多认识上帝的真理。圣经里面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了，只看见近的地方，他只看他自己所看的，忘了他过去的罪，上帝已经洁净了我们。我们知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透过他的宝血，为了要洗净世上的罪人，而且是那个犹太人，是这个犹太教的人把他送上擂台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既然透过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罪，难道我们不应该要看更远的事情吗？圣经里面继续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再一次提醒我们要努力，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所拣选坚定不移。这样有没有清楚？你的生命会不会坚定，就在这里了。只要你努力，我们一起努力，学习更加努力。你们若行了这几样，就永远不会跌倒。台语讲的很好，恁行家的就永远不会跌倒。他不是说永远不会拄到歹代志啊，你会遇到困难，但是你绝对不会跌倒。你有没有发现，有人生病了，有人遇到困难了，他很容易就跌倒，而且就失志，志气的志，他没有力量，然后他就焦虑、忧愁。所以你们觉得忧愁、忧虑的人，甚至有躁郁症的人，
你可不可以帮助他？你一定要帮助他努力的生活。牧师教你怎么帮助忧郁症的人，告诉他你怎么生活的，你去跟他了解他的生活是怎么生活的。如果他的生活大部分都是在家里面想东想西，看看电视，然后说说话，都在那边讲话，我告诉你，他的生活不是一个殷勤的人。家里乱七八糟，我告诉你，他的忧虑会更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记得，这样必叫你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希腊人他用丰丰富富这句话来表达奥林匹克得胜者回到家的那种欢迎啊。丰丰富富是这个意思哦，不是我按照我们字面上所看的哦。其实在希腊人他们是用丰丰富富这句话代表的是这种奥林匹克的比赛哈，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得胜者的那种很高兴回来的那种雀跃的心情。然后他说的这个进入啊，进入代表的是什么？原文的意思也是一样，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得奖的人怎么样？衣锦还乡的那种奖赏哦。你想不想得到这样？有一天我们都会见上帝，我们都会死后，我们都会见上帝。上帝会再一次审问我们的生命，在世上做些什么。可是当我们在见上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衣锦还乡？主啊，感谢主，我在世上为你做了很多，我觉得是你要我做的，帮助人、爱人、祝福更多的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殷勤的生命观能够帮助我们培养主对主的爱、信心跟传福音的使命，帮助我们的性情更加的坚固。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一起来成长。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一起学习许多生命的功课，教导我们如何在生命当中更有信心的有好的品格，让我们得着的是生命的知识，也是生命的智慧。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节制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认为好的对的事情，让我们学习在节制当中有更多时间来交托仰望神。我们相信，虽然我们会遇到许多在节制当中会舍弃掉许多我们原先所喜爱的，但是我们愿意忍耐，我们愿意交托，我们更愿意把我们的心敞开，因为我们的生命要活出敬虔敬畏神的生命。主，你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落实在爱弟兄姐妹的身上，彼此的关怀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都要做美好的主你使用的器皿。愿主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家人朋友，祝福我们的生命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也恳求你赐福在每一位在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祝福每一个在台湾各个角落所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求主你赐福他们，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你所重用的器皿，在他们所处的社区、所处的环境里面，成为主你所使用的工人。祝福他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边，也祝福在每一个在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在每周六晚上6点半，我们都能够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你平安。